一届若是选举选煞，不管是选赢选输，两边的支持者拢会出现着失眠、焦虑、忧郁的镜头，这就是选举症候群。要安怎解决呢？医生讲，都要远离选举的话题，减少着家己情绪的波动，互生活豆豆恢复平静。大声喊口号。 选战的剧情到选举结果出来了后，欢喜或者失望；伫选举结束了后，若受失眠、焦虑、忧郁或者容易愤怒的症状，小心是得着选举症候群。 总统大选过后的情绪，它可能会是比较起伏比较大的。那这个比较大的一个情绪的话，通常其实会持续到1个礼拜到2个礼拜的期间。 除了有情绪上的反应，患者也会感觉头痛、胸口啊闷闷的症状。另外，也有慢性病患者血压、血糖会受到影响。医师讲，拢是情绪改变造成压力引起的。好，那第一个建议的话，还是在远离这个压力焦点。好，比如说，上面相关的新闻的话，可能先少看，他可以先多看其他比较轻松。 好，他有兴趣的节目了哈。好，那第二个话，当然放松自己。另外，较接甲人互动，这嘛是减轻选举症候群的好方法。不过，一定要会记哩，唔通搁再讲一寡选举话题，应该甲关心的焦点拢放在日常的生活中。毕竟大选4档了后，搁有一届，若是失去健康咧，就真歹搁再找回来。